1941年12月8日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日軍迅速攻佔香港，局勢動盪不安，大批進步文化人士深陷險境，命懸一線。在此之前，一群無名英雄以不同嘅身份作為掩護，默默執行住各項保密任務。佢哋分散喺香港嘅各個街頭角落，佢哋可能係商人、教師、記者，甚至係普通嘅勞工，但每一個都懷住對祖國嘅深厚情感同對民族解放嘅堅定信念。喺呢一段日子入面，秘密人員唔單止要應對敵軍嘅嚴密監控同搜捕，仲要克服種種困難，為祖國嘅抗戰事業籌集急需嘅資金同物資。佢哋利用各種渠道，將籌集嘅資金匯返祖國。從1937年7月到1938年6月，僅僅1年嘅時間，香港同胞總共匯回咗捐款104萬，為祖國嘅抗戰事業提供咗有力嘅支援。除此之外，佢哋仲積極參與各種賑濟傷兵難民運動，銷售救國公債，為抗戰勝利作出貢獻。經過統計，救國公債累計達到900萬元之多，加之各類獻金同埋賑災款項，總數高達上千萬元。嗱，我覺得其實從20年代，即係1920年，從呢個時候，中國共產黨已經喺香港係有好多嘅密切嘅聯絡。其實我哋1921年建黨之後咧，冇幾耐就有代表過嚟嘅，包括喬冠華啊，甚至廖公啊，好多其實全部都係香港嘅。我哋有八路軍辦事處、八路軍香港辦事處嘅。當時廖承志就係以呢個身份喺香港，嗰時係公開嘅，但我哋做嘅嘢咧就係保密嘅。咁所以共產黨從20年代開始已經喺香港係有好多嘅關係，包括一個好出名嘅一個貿易公司叫光華，佢嘅話事嗰個人咧，佢就以光華公司董事長嘅身份，一直係我哋中共嘅秘密黨員喺香港。佢嘅責任方面係做統戰啦，主要嘅責任就係同我哋籌措資金。我哋需要錢啊嘛，你內戰好乜嘢好都需要錢，所以佢係一個我哋嘅資源，一個主要嘅來源。佢一直係以呢個身份香港，一直到差唔多回歸前，廖公係八路軍香港辦事處嘅主任嚟嘅。咁喬冠華係以一個報人嘅身份，佢辦報紙嘅，其實都係同我哋做呢啲秘密工作。所以我哋其實係好多人喺香港為咗我哋嘅共和國嘅成立，即係做咗好多貢獻。即係經過內戰啊、抗戰啊，佢哋一直係個身份係冇公開嘅。咁諸如此類好多咁樣嘅人，有高層嘅。又係未秘密，即係從事一啲好重要嘅工作。1941年12月8日，日軍正式入侵香港。12月25日，港英政府向日軍正式宣布投降，標誌住港九戰爭嘅驟然爆發，同18日保衛戰嘅迅速落幕。其進程之快，超乎所有人嘅預料。喺呢一場衝突之中，日軍對進步文化人士同秘密黨員嘅追捕行動從未歇息，並且視佢哋為心腹大患，欲除之而後快。喺呢一個背景之下，包括何香凝、柳亞子、周濤粉、矛盾等在內，眾多香港各界傑出人才，均陷入咗前所未有嘅危險境地。喺呢個國家同民族命懸一線嘅關鍵時刻，時任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同志迅速反應，精心策劃並緊急部署咗秘密大營救行動，全力以赴咁營救嗰啲深陷危難之中嘅文化精英。呢一場營救行動嘅執行過程極為艱難，但港九大隊英勇無畏，佢哋以高度嘅保密性同高效嘅執行力，確保咗行動嘅順利進行。直至1942年5月，
超過300名文化界同民主界精英，連同其他被救助嘅人士，共計800餘人成功獲救。呢場營救唔單止體現咗中共對知識分子嘅深切關懷同高度重視，亦極大咁增強咗知識分子對中共嘅信任同支持，進一步鞏固咗知識。喺藝術界或者體育界有相當高知名度嘅人士，經我哋黨咧係聯絡，係好順利安排佢哋返國內嘅。容國團係我哋世界乒乓第一個世界世乒賽嘅冠軍啊嘛，但佢最後佢後尾喺香港生活唔係咁樣順利，即係生活有啲困境，咁又安排佢返去，因為呢個係我哋國家第一個乒乓球嘅奧運冠軍嚟嘅，即係大概係50年代啦末期啦，咁就馬師曾同埋洪倩女夫婦兩位。咁就去到我哋屋企，當時嘅情景我都好清楚。我哋有個偏廳，有個客廳仔，咁佢哋夫婦兩個人喺度。咁馬師曾係冇乜講嘢嘅，但係主要係洪倩女。我爸爸就代表周總理向佢哋夫婦發出邀請，就邀請佢哋返國內去發展我哋嘅粵劇事業。因為嗰陣時我哋仲未有粵劇院嚟嘅，廣東粵劇院呢個係洪倩女返咗之後，先做嘅。咁洪倩女喺國家都受到即係最高嘅待遇，曾經周總理接見佢啦，咁又曾經做過我哋全國人大代表嘅，咁都之後成立咗廣東粵劇院。咁呢件事咧我就記憶得比較清楚嚇。咁仲有一件事咧就同黃耀武將軍有關係嘅。咁我發現咧就有好多嘅謠傳，話黃耀武將軍咧喺中國受到即係嚴重嘅迫害，充滿咗即係好嬲，即係卒之係過咗身嘅。其實唔係，呢件事我都有參與。大家都睇過《1959特赦》呢個電視劇啦，佢係一個特赦嘅10個人裏邊，佢係第一個即係排名落嚟，佢係第一個點名。佢仲喺杜聿明前邊嘅，佢哋兩個係領先嘅，所以佢第一批係特赦嘅。特赦完咗之後，將佢哋呢批國民黨嘅高層嘅人士啦，就安排都係多數，即係問佢哋中意走，你可以走，同你買埋機票或者乜嘢。有啲話要去香港，有啲話要去美國買埋機票，咁佢哋家人要見佢哋，安排家人團聚。咁咧就黃將軍咧係選擇咗留喺北京，咁安排佢咧就國務院參事室嘅。我爸爸接到總理呢邊嘅通知，就話要安排佢哋父女喺北京團聚。咁呢個時候我記得係67年，因為我66年去北京讀書嘅。咁67年嘅時候，我已經喺北京外國語學院，咁我陪住我爸爸就一齊咧，就係見到佢哋。其實唔係佢做咗全國政協委員嘅，後尾因病逝世嘅，過咗身就唔係好似外邊傳嘅係迫害而死嘅，而係佢安葬喺八寶山革命公墓嘅。佢哋應該即係好清楚嘅了解。共產黨係為咗係要推翻呢個國民黨嘅呢個黑暗嘅統治，所以我希望尤其係香港嘅青年學生應該摒棄一啲主觀嘅一種偏見，或者偏聽偏信。我覺得兩方面嘅資訊都要了解，但係最後你係要做出一個自己做出一個判斷。回望過去，中共領導下嘅香港秘密大營救行動，唔單止彰顯咗黨對知識分子嘅深切關懷，更體現咗其團結一切可以團結嘅力量，共同抗擊外來侵略者嘅堅定信念。如今，中共20屆3中全會審議通過嘅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深化改革、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嘅決定，再次凸顯咗香港喺國家對外開放大局中嘅獨特地位同優勢。中央強調要健全香港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機制，
呢個唔單止係對香港地位嘅肯定，更加係對香港未來嘅期許。喺祖國嘅開放大門越開越大嘅背景之下，香港將深度陷入國家整體開放戰略，繼續發揮其不可替代嘅作用。現在中央賦予香港新嘅定位，呢個係對香港人民嘅信任同期待。我哋相信香港定能不負重託，把握住新時代嘅歷史性機遇，以更加開放嘅姿態、更加創新嘅思維、更加務實嘅行動，喺全面深化改革、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嘅壯闊征程之中，打造新優勢，發揮新作用，實現新發展，作出新貢獻。